外围环流东北风加做火上大雨，上北嘉南甲宜兰拜三进前拢是大水雨。罗浮宫着贼偷，4个贼仔加做工人，开6-7分钟就偷捡9件珠宝，到打缴袂了着人。连续航空飞机降落香港，冲离开跑道，撞到地勤的车，搭到海，2个人死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上，先来看风台风神的外围环流，向东北季风加做火，有强破效应。所以，这方面北部甲东北部这几天雨势变甲真凶真猛。为预报资料，会当看到这阵雨是集中伫咧上北、嘉南、北海花甲宜兰的山区，而且这车公雨上无会落到拜三才会较歇。提醒乡亲，就要注意大水雨，可能会造成崩山甲溪水岔流。最新的消息是，宜兰县已经宣告，这拜二是停班停课。上北地区大雨落未停，湾岛河川水位真紧涨起来。因高高滩地为拜二下昼5点起，北市淡水河、嘉南河沿线疏散门甲决堤坡道开始执行只出没入管制。堤外滞留车辆为暗时9点起拖掉，未少车主接到通知，赶紧来刷车。刚刚大概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有收到讯息。所以说大概是今天5点，就是只出不进。北台湾雨落真大，新北立中排水沟因为大楼影响，水位升真紧。早起传出有一台轿车掉着，好佳在消防员协助出动抽泥船将车内2个乘客救出来。汤圆大园路道甲观音顶地区也有几个所在传出一用水灾害。我在里面站起来，看到外面什么淹大水，我在喊人啦。中央大学查埔宿舍边仔一丛50年的老青仔树，亲像未抗力连日大雨倒去，甚至东门国小围树边的路树也亲像未动力强风倒去。迄当时有一台巴士经过，好佳在无人受伤。受到风城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风效应影响，气象署启动较大规模也是较激烈大水雨事件加强作业，而且并将这波落雨热区集中伫北部甲东半部激烈落雨，至少会继续到拜三。降雨的热区基本上就是位在整体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地区，都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哦。另外在北花莲的一个降雨，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形。根据气象署统计，为礼拜一到拜一下昼4点为止，2日累积雨量排名第一，是台北市南港地质场累积雨量451毫米，其次是新北石碇山的测站，台北市擎天宫累积雨量也有400毫米。受到大水雨影响，台铁并溪线随风到情浓间有影线暂停营运。另外，嘉南河水头水位继续升悬，新北瑞丰沿线已经达到警戒水位。早伫拜二透早1点外启动今年头一摆分洪，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第64摆分洪作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几天北部地区透风落雨，安德文化大学今仔日是考11级的乡，这学校伫咧下晡3点临时宣布停课，拜二嘛全面改做线顶上课。文化大学学生雨伞雨风在甲歹去，因为风雨受过大、受旱过，紧摕手机出来翕相。现在风雨是真透的，连这徛是徛袂稳的。这学生基本上雨伞拢是抓袂安的，就连这石坎拢出现这个小小的水墙。有2个学生非常无奈，徛伫石坎顶悬，无退路，根本就无法度叮当。在那边撑雨伞，你会飞走，然后都是雨伞尸体啊。鱼应该是也没救了啦，要回去洗澡了。受到东北季风和风城风台外围环流强盘效应影响，文化大厦出现11级的强阵风，学校也宣布伫拜一下晡3点开始停课，拜二全面改做线顶上课，因为通知收过临时，真侪学生拢唔知影有这件代志。所以知道要那个放台风假了吗？我们群组里面有在讲，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到很确定。下午3点就放假。哦，真的吗？我们这个资讯有点太落后了。明天有放台风假哦，太好了。线上啊，变线上上课哦。除了文化大厦，根据气象署预估，未来24点钟内，北部也有一寡县市的雨水量有可能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停班课标准，我们以如果是350毫米的一个雨量来说的话，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还有宜兰山区是有可能来到
总累就是24小时累积300以上，然后到490毫米之间哦。不过气象署嘛强调，虽然雨水量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不过敢会停班停课，也是要由各县市的政府来做决定。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搁做畅水南海鲲号想要11月交会是无啥可能啊！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台船啊违约会逐工发因19班。另外，海军幕僚机构大气海洋局的局长洪亚康讲，伊违法收集汉光的机密，预算嘛报假销。目前国防部是等咧调查。先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希望他们本于无枉无纵的这个精神，迅速的完成行政调查。对收集海洋甲气象资料，海军幕僚机构大气海洋局局长谢林上校，被野处违法收集汉光机密副部副船长，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已经在调查。另外，还有可能无法度如期伫11月交南的海鲲号。顾立雄透露，台船啊违约会每工开发19万。每日计划，应该是我的理解，应该是19万，有上限。就是建造款的20%，将近40亿。民进党议会质疑当初国南构造排定5年外交南的时间是不是太过乐观？顾立雄承认，无考虑咱的国情，缔造种装备遇到困难才延前。如果是研制的话，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的话，大概都要耗时7年到甚至有高达16年。我们怎么会有勇气？就是5年多我们就要交建了？建造的时程的安排上面没有去理解现实上面，事实上会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国情所面临的一些装备上的筹获啦，或者是一些原厂机械人员来安排啊，是不是卡车的？或者甚至是巴士并联用在战车上面，这是什么样的主机？是潜舰用的吗？是船舰用的吗？对，这个是船舰用的主机。当初是因为这个输出许可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获得比较大功率的主机，所以才会用数量比较多的功率比较小的主机。顾立雄强调，这相关技术无问题，需要给一寡时间来调整，有有信心。另外，国防部的报告当中指出，目前已用3摆破航测试，为后续将航测试安全。这卖重点是测验主机甲电力管理系统，也有整合式载台管理系统，希望加速完成相关的整备。记者综合报道。美术是咧播电影，法国巴黎罗浮宫钓贼头，有4个查拉堡当头白日驶吊车，加做工人卡破窗仔走入馆内，敢若开6-7分钟的时间，贼仔就偷摕9件珠宝，徛后倒摆选去。这个碰见的包括后2红袖的王冠、柄尖，各有几套的拿宝石、青宝石的珠宝。那其中一件红袖的王冠，因为贼仔雄雄公公要离开，全落伫咧涂骹无早走，所以落尾拢总是8件珠宝互偷摕。不过，这王冠虽然有找到转来，受损是真严重啊。其实罗浮宫毋是头一届钓贼头啊，上通人知1911年蒙娜丽莎7百度互偷摕，加在尾手受找到转来。不过1976年甲1998年这2届都无遐好运啊，到达拢要找无。那这道这4个嫌犯嘛，拢要未抓到，罗浮宫安全机制嘛，搁再引起质疑。吊车还阁停伫咧罗浮宫的外口，贼仔就是利用这台吊车入去收藏法国皇冠珠宝的阿波罗灯笼。巴黎检方讲，贼仔犯案时间无到10分钟，计划详细骹手溜掠。Camion nacelle était quelque chose qui a fait partie de leur organisation. Et donc, à l'heure actuelle, des éléments dont nous disposons, dont les enquêteurs disposent, nous avons sur les lieux 4 malfaiteurs qui agissent, 2 qui arrivent, l'un au volant de cette nacelle, l'autre en qualité de passager, et 2 autres malfaiteurs qui précèdent et suivent. 警方证实2个电视桌被破坏，9件文物被偷摕，好加在拿破仑3世皇后欧仁妮的皇冠。贼仔逃走时阵，6个讲话，不过也去靠着伤，因为案件发生时阵，罗浮宫都开馆无到半点钟，所以疏散现场的游客。I can't really tell how often it happens, but when it happens, it's like only happens in books. It's like a common topic in books and movies, like the Louvre was robbed. Peut-être c'est Lupin qui a volé le. Ah bon? Lupin, pourquoi pas? Il faut demander à Lupin, c'était lui ou Lupin. 现场有封锁线，武装警察伫咧附近警戒，几多百位游客被迫离场。
官方宣布暂时收管，保存现场。巴黎德鲁奥拍卖行负责人讲，这款珠宝太有名了，可能真歹卖，有可能会被贴做金属加保胶的零件来卖。因为犯案时间只有几分钟，法国文化部长达迪讲，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犯罪行动。Immédiatement, quelques minutes après avoir eu l'information de ce vol, et pour tout vous dire, cette opération a duré presque 4 minutes. Ça a été très rapide. Il faut quand même dire que ce sont des professionnels. 罗浦江进前捌伫1911年发生蒙娜丽莎被偷摕案件，即马又搁发生偷摕案。法国政府讲会全面检讨国家文物的安全，防止历史珍宝搁再成做犯罪目标。警方目前锁定并且通缉4个男性的嫌犯，因为这件案件现场离巴黎警察总部只有800公尺，也引起大家对博物馆安全机制质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香港机场发生航空事故，有一架阿联酋航空载货飞行机降落跑道时，冲离开跑道，撞到地勤的车。这飞行机和车拢落落海，造成2个人死亡。因为这跑道正常无问题，而且启动时飞行机也无发信号讨救兵，所以事故详细原因要搁爱调查。根据香港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20透早3点50分左右，为杜拜到的阿联酋航空编号 EK9788 波音747飞机，伫降落过程未赴停落来，偏离北跑道，搁弄到一台伫跑道外巡逻的地勤服务车，门内部分机身处伫北跑道外的海域，同时也将地勤车辆弄入海中。车顶2名地勤人员卖方通报失踪，卡外头一个30岁男性伫透早5点59分方救起，不过已经无生命现象。第二41岁男性方送医抢救了後，由於6點26分宣告死亡。Two security staff served at the airport 7-year and 12-year respectively. We are deeply saddened and ext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 We will provide the family with all necessary support and assistance. 阿聯酋航空事後回應，事故飛機是由土耳其一間貨運航空公司代表阿聯酋飛行，4名機組人員全攏平安無代志。根據現場資料，這架飛行機無送出任何緊急信號，機場馬上要透過無線電聯繫飛行員，不過無得到回應。代誌發生的時，天氣到跑道情況攏適合運作。香港民航意外調查機構表示，已經針對意外展開調查，目前當咧收集數據甲資訊，佮確定進一步調查的範圍甲方向。目的是確定意外發生的經過甲成因，以避免同款的代誌佮發生。香港機關局暫時將事件定調是意外，不過警方表示無排除進行刑事調查。這是1998年香港機場由啟德刷角赤鱲角以來第2件致命的事故。1999年8月2日，華航在航台期間降落時失事反轉，造成3個人死亡。另外，南亞孟加拉的上大機場首都達卡的沙阿賈拉勒國際機場貨運航站18下晝發生嚴重火災，火勢真猛，造成機場關閉6點鐘。孟加拉是全球第2大服裝生產國，相關產品大約佔出口額的80%。這擺大火造成的經濟損失會超過300億台幣，這也是孟加拉過去1禮拜內發生第3件大火。公司新聞警員兼編譯。來看 APEC 領袖峰會，這個月底要佇咧韓國起稿。美國總統川普敢會趁機會和習近平佮金正恩見面咧，外界攏真關心。若韓國剩無幾工就要辦峰會啊，昨煞有一個北韓的兵仔走過界來到韓國要投降，這是李在明上任總統以來第一例。南韓聯合參謀本部19表示，迄天佇兩韓軍事分界線發現有人員活動，對中監控了後，透過引導行動掠到一個北韓軍人，依隨表明歸順的意願。這是李在明政府上任以來頭一屆有北韓軍人反叛倒庫。최초에 만났을 때 그런 의도를 물었고 그 본인이 동의를 해서 우리 유도조를 따라왔다고 알고 있습니다. 南韓當準備10月27至11月7日，佇列斯高城慶州主辦亞太經合會 APEC 高峰會，佇美中引起新一波關稅甲稀土出口爭論的時陣，全球正注意兩國領導人川普甲習近平敢會佇 APEC 場邊會晤，緩和雙邊緊張關係。雙方的盟邦攏行去掃到風台尾，像講中國即陣針對南韓的韓華等，佇美國的大型企業子公司施加壓力。
密，都互人当作是中美贸易争论的第二战线。You see many of the allies sort of caught in a trap where they both want the U.S. and China to come to some kind of deal, but they're all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ir exposure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deal.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8报道，美国当地评估川普访问亚洲期间，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南韩媒体20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决定 APEC 期间暂停一般民众去板门店参观。外界理由，敢是为了川金会提早做准备。南韩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川普计划去板门店，不过专家分析，也是有可能雄雄会去会面。2019年，川普出席日本大阪 G20 峰会了后，嘛伫32点钟内促成历史性的川金板门店握手。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南美洲玻利维亚总统大选，因为左派执政党候选人临时退出，所以第二轮投票的两组候选人拢是右派政党。落尾是巴斯票声过半选调，这也代表左派马20党的执政正式结束。第二轮的计票大势确定了后，巴斯的支持者伫过路欢喜来庆祝胜选。当协选的候选人巴斯来到竞选总部，准备发表胜选感言。台顶大卡欢乐声、普话声一直吹落去。巴斯伫简短的演说中指出，这场选举是全国人民的胜利。Este no es un problema ideológico porque sabemos los bolivianos que la ideología no da de comer. Lo que da de comer es el derecho al trabajo.Lo que da de comer es instituciones fuertes, lo que da de comer es seguridad jurídica, el respeto a la propiedad privada, lo que da de comer es tener certidumbre en tu futuro. 玻利维亚对2006年以个莫拉里斯就任总统以来，就严厉推动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石油产业国有化，并且以能源外销收入发放真悬的社会福利，互原住民甲产家阶层加做社会主义运动党始终的支持者。不过，在左派政策之下，执政党选择无扩大石油产业，加上国际油价波动，能源收入缩减，引发政府撤离，物资欠缺引发物价起25%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一个大选第一轮投票期间，民众行上街路抗议能源欠缺甲物价大起，执政党候选人临时决定退出，造成选情一直败落。不过，尽管安尼，巴斯未来执政之路无一定会真顺利。半岛新闻网的报道指出，互法院依照任期限制禁止参选的莫拉里斯，依然是有真悬的人气。伊批评两组右派候选人敢若用代表一小部分的人，莫拉里斯的因素对未来政局发展依然是一个变数。公视新闻，施嘉玲编译。俄战争拍超过3年半，无人机是双方正重要的武器。东欧的波兰嘛，常常去互罗西亚的无人机扰乱。为着要培训人才，波兰一间军校就开班教青少年制造无人机、操作无人机。那罗西亚来扰乱的事件，嘛是上课教材。将无人机放飞去空中，学童一边操作手臂，一边抬头看无人机飞到倒位。今年9月，陆军无人机飞过波兰领空，和波兰甲北约组织紧急升空战机防具，拍落几啊只无人机。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是二战以来波兰上关键军事冲突的时刻。为着培训相关人才，军校开办第一个青少年无人机课程班，教导学童制造甲驾驶无人机。No to jest takie porównywalne w sumie do gier komputerowych. No jest zabawa, no bo to jest fajne. Fajnie się tak lata, to szybko tak wszystko. No ale jakoś, no na pewno jest to realistyczne, ale jeśli się trzyma tego prawdziwego drona i się tak lata, to jest różnica. 即卖俄双方拢利用无人机来攻击，波兰为此组建一支特殊的无人机部队，预计今年会用5400万美金预算买一批军用无人机，也积极培训青少年人才。唔但爱学习使用无人机，也爱了解无人机伫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像陆军无人机飞过波兰领空的第一日，学生也自主伫课堂上展开讨论，研究前方敢是甲学到的课程内容同款。Brakuje takich osób, brakuje operatorów wśród młodych osób. Brakuje osób, które mają tą wiedzę, które potrafiłyby bronić naszego kraju. Teraz nie zastanawiamy się, czy to będzie latać, tylko jak dużo tego będzie latać w koncepcji i wykorzystania cywilnego i wojskowego. 虽然军校学生毕业了后无义务加入军队，因为国内少学生的目标都是加入军人。
这间军事高中除了甲附近的军事单位协调培训学生之外，目前也正在找找新的合作盘，无排除可能甲乌克兰军队合作训练活动。除了波兰，同款是北约成员国的立陶宛，正正也开办类似课程，教导学生会晓制作编写无人机程式，搁知影驾驶无人机，以便对抗未来路过的威胁。公司新闻台是董平业。那去非洲的摩洛哥旅游，真侪人会去传统浴场。这较早是女性来赏一个交流开讲好所在。不过时代改变，踮厝就会当洗烧水。这传统浴场要安怎保留传统，甲人客留好调，真做一个挑战。拍开浴景的门，工作人员将传统高压状的乌色塑门加入增加花甲草油，用水落来准备予人客用。北非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传统公寓浴景叫做哈曼，应追溯到罗马时期，后来伫伊斯兰文化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将做信徒祈祷进行净身仪式的一部分。常常去伫清真寺附近，早期是烧茶。每日透早就开始运作，来洗身躯人客用乘坐伫大理石房顶悬享受蒸汽浴。工作人员也为人客洗身躯，伫放松以外，这是妇女交流开讲的重要所在。كان فضاء لإمكا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تواصلية وبناء الاختلاف، لأن المرأة ما كانتش في الساحة لا اجتماعية لا سياسية لا اقتصادية، وبالتالي الحمام كان كيتيح لهم هذه الفرصة ديال التعارف، فرصة ديال إثبات الذات. 门内伫遮开讲真侪重要场合，比如结婚、产后一礼拜，或者是囡仔挂礼，拢会伫遮分享经验。这间浴景甚至为新娘提供食品布置空间，可以甲亲人翕相、唱歌、烧香庆祝。业者承认，即马时代变化，现代SPA等养生中心的流行，因也爱伫传统内底加入新的服务。ملي درت هذه الفكره هذه عجبتني مي ما خرجت من الحمام بلدي، بقيت في داك الشيء ديال الحمام ديال الفاصون. راه شفتو بان جليج بلدي، بان كشتو دي بلونط ناتورال باش نخدم، بقيت في هذاك ديال الحمام بلدي. غير هي زادت تحسينات شويه د الموسيقى، تي ماساج، تخدم بوحدها ما تبقاش داك الجو عامر في الحمام، الناس يجيبوا وليداتهم. 摩洛哥疫情伫疫情甲爆发水资源危机的时阵，把后关封关起来，而且即卖家庭伫厝内用烧水洗身躯，哈麦需求的减少，安怎兼顾传统甲创新留人气，将做因上大挑战。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英国伦敦皇家食物园最近推出世界原料节展览，希望用食物原料和会当分解的材质，提倡旅行文化应该就要严格环保。 在区园的温室内底，灰尘边啊铺真侪废弃的纱布，这款布大部分拢是来自自身商店，表示即马款式上真浪费。另外，这边展示的是花草拟材布料，传达自然甲三国的连结。这项全球威胁政治艺术，甲伦敦时尚周同时间进行。I chose to use textiles and fabrics and fiber like jute material and cheesecloth and cotton. These are naturally sourced fibers that I had sourced ethically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 also used natural dyes. 设计师展示用旺来纤维、菱藕茎、海草、甲尤加利树这款材料混合制成的衫裤，甚至有一寡衫会当互高类生长，也有一寡衫的内里用薰衣草、洋甘菊甲蜜粒芳放出芳气，有净素治疗的效果，互衫裤回归自然，免变做粪扫。 Fashion industry,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most sustainable and is a fairly large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But what we don't want is people feeling doom and gloom. You know, this festival is about actually a message of hope. It's about getting people to thin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y're wearing. 环境艺术家伫咧玻璃橱内面挂大型的装置，用麻、棉、丝这款天然纤维，佮搭配食物原料，也强调艺术唔那是美感，也会回应气候危机。I know that many artists may not have this as an underpinning issue in their work, but for me,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 want my work to have. To be responsible toward the environment. I want to think about its carbon footprint as I kind of work through things, and I don't want my work to be creating more toxicity or harm. 对食物的原料会当分解的材质，到延长衫裤的寿命，这场展览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时尚会当唔免牺牲环境。专家认为，消费者的选择会当改变市场，以后慢时尚可能会变做主流。
这项展览会一直展到11月初，邀请民众用全新的角度思考衫裤甲地球的关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目前在北台湾是透风落雨，宜兰桃园福兴区，佮有台北树林北投5间学校，拢宣布拜二停班停课。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